心靈交響曲，你看得見的。每日靈修經文分享，哥林多前書1章18節，在我們得救的人卻為神的大能。保羅的改變是眾人看得見的，他在大馬士革路上被復活的救主基督所呼召，使他從追趕，要作加害於信徒的人，驟然轉變成為神所重用的僕人，要向外邦人作挽回，要向未得之民作見證。保羅得聞哥林多教會內部有嚴重的分黨分派問題，源自有人標榜個人知識與能力，以為可以憑着自己的智慧而明白十字架的真理。保羅提醒他們，人的知識對十字架的道理未得完全理解，但可以在救主耶穌基督的福音裡得着神的救贖，領受主的挽回。讓我們一起來禱告。你看得見的只有一條道路得着永生，能歸信主耶穌基督，不在於智慧，也不在乎能力，而是神的救贖與大愛，在聖靈的感動與帶領，也是在主耶穌基督的順服與謙卑中得以成就。以上感恩的禱告，奉主耶穌基督祈求我們。